台南的金兴宫伫将军溪河边有设一个白搭亭，这是庙方会来清水的圣地。这项仪式到今已经有上100年的历史啊！也毋过前几工所发现讲有人来这乌白倒粪扫，拢总是有要挖50栋的粪扫。因为这现场是无电杆，所以台南市政府当咧调附近的电杆来看，若准抓到人，就会送地检署来侦办。 废弃土砂木材、塑胶品、防弹甲满世界，这毋是粪扫场所有大量的废弃物囤干那山。台南将军区金兴宫的白搭亭，这一半是庙地，一半互政府征收做使用。即阵所有人伫遮乌白倒将近50公吨的粪扫，在地居民推测，这应该是伫北搭放甲烂去，才去运来遮，认为这款行为实在伤过限。 这溪边的土地拢有人来偷盗，但是唔捌倒遮济啊，一定是别人别位赶伊个车过偷盗的啊。哦，叫奥秘的对。是啊。阮昨日查迄个资料，就是去遐咧变物件，伊讲迄个拜六早啊，就是迄个买拜5暗拜六早啊3点外，有看你喺倒。 金兴宫是地方大庙，即回听要伊即件代志，主要因为每当便拿大德公圣诞，因固定会去白搭亭边仔溪花做请水甲吊冰上的科技，落尾才去摕倒去庙内顶放。但即阵连新名的请水圣地，嘛有人甲乌白乱舞。市府指出，相关单位已经在调查。将军溪旁的也算是防汛道路，是属于市府的一个土地哈。那权管单位是我们的水利局，那我们也有通报给水利局。 那市府环保局的相关单位在我们了解之后啊，也在礼拜天就有到现场来做过勘查。目前在调阅相关的监视器查证当中，那现场也已经采样送验，后续如查获行为人者，将依违反废弃清理法移送地检署侦办外，并将处以600万元以下罚款。因为所在甲压贴，加上附近并无啥物电杆，公所讲后续会去参市府讨论来证实监视器防范安尼情形搁发生。记者上台南采访报道。